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华东米是在讲系台湾好米的代名词哦。其中，在华东中国的花莲玉里镇，两期做的面积有6500公顷，是台湾单一行政区清大的水稻生产区。也多年来，玉里农民也得到农委会的十大经典好米、日本米食竞赛优秀奖也得大奖。不过，玉里米的名声上一次如果难比过大一些的。玉里镇公所开始来推行玉里米产地认证制度，希望来提高玉里米的价值。不过，我的包装特别漂头，米价如果高高，农民如穿的多个多哈。推行认证制度会遇到乜个困难？玉里米的品质又要用来把关呢？来看俺那个报道。2月15日係投票日愛4天的時節，華東中國內陸看得到4天機來來去去，使出嘅 QQ 堅強嘅勇氣。對台東沿路亞、關山、池上到花蓮富里、玉里，減減嘅100公里嘅亞團地區，係華東中國主要生產稻米嘅地區。因為奶牛皮隨着強力無污染，出產嘅米粒粒飽滿，再mang鏡頭。華東米做得講就是台灣好米，其中花蓮玉里鎮兩期土作，含過有6500公頃案發，係全台灣單一行政區當中最大嘅水稻生產區。我們玉里米是目前我們全台灣生產面積最大的一個生產稻米的生產基地啊。以量來說的話，我們也是全台灣生產量最多的，佔我們全部稻米的生產的量有2.5%哦。按照地位在中環境，韓國農民聲望大拼，面對米該講究嘅日本人入侵後玉里好米，第三代土農彭江憲唔單止是得到國內十大經典好米嘅功用，還連續2年得到日本國際米食競賽特別優秀獎。你一天愛千3萬吼，像照顧即個生意那樣去照顧佢，你準備難事，準備馬馬虎虎凊彩啊唔怕啦，你咯，像隨無金的體簡單照顧嘅，但係你若講用心去去照顧吼，你情認真來照顧吼，佢會表現得全好不一樣。耕種超過半世紀嘅玉里土農李文鳳，韓國喺連續3年打贏嘅美國、日本、中國8000人組嘅參賽者，喺日本嘅米食米柑天國際競賽當中拿到優秀獎大獎。比顧那個小孩子還是麻煩啦，就是要專心去照顧他啦，因為這個農作物的東西，它就是固定在那個地方生長嘛，天然環境啦、氣候啦，還有大自然的變遷都不一樣，所以說時時要去關心它。在回培管理方面，我們現在都是用這個有機的栽培，那個無毒的栽培方式啦。玉里農民種出來嘅好米，該受到國際肯定，成績大熱。不過知名度一直冇辦法提升，名聲無從附近嘅鄉鎮按出名。我們剛在做網絡拍賣的時候，大家都會問說，你這件好米就是哪裡的米嘛？這是最常問的問題啊，因為他們要知道產地啊。我都會說，玉里有，其實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玉里鎮，花蓮縣玉里鎮，他們只知道米在台灣最有名就是池上、富里、關山嘛，大概大家唯一能知道最清楚就是池上米。蔡天玉海農會因為管理兩個鄉鎮，農會品牌玉海米，咩不是本消費者，咩唔清楚選來係哪隻嘅生產嘅米。因為過去安尼玉海農會吼，因為係兩個鄉鎮嘅地區農會，按照玉里鎮到竹海鄉，含當到安尼全國嘅民眾吼消費者，佢唔知講玉海米係定係大生產嘅。
知名度唔拉，米价冇办法提高。玉里平均股价100斤1200元，同台东池上100斤做等卖到1600元来比，收涨太慢。各省玉里镇公所开始推动玉里米嘅3天认证制度，希望打开知名度，还够提升价值。我们有很好的米，但是在过去很可惜，经常很可能就成为别人代工的一个就是原料，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如果能够成为就是自己的自有品牌，那让更多人了解，在我们玉里其实出产这么好的米。只要在我们镇辖内的土地所生产的稻米我们会针对它的食味值还有它的容重量，还有它的农药残留这3项基本的来做检测只要是达到国家 CNS 规范的标准那在2等米以上，那这个是无农药残留，而且国家只要是规定说不得验出的农药，我们都没有验出的话，我们才会来做这个标章的认证，然后发予参加我们这个玉里米标章认证的农民。玉里米嘅3天认证制度，按算今年年底已起作正式实施。镇公所爱为玉里米证明，千多位农民如乐观其成。该知名度去打出去咧，他该买玉里米，系嘛？玉里米本来都真好嘅啊。本来到了公司还好啦，因为我们玉里米比较好吃啊，如果推出去也没有污染，没有什么这样啊。如果那都推比较好一点把我们玉里米打出去啊，咪真好啦。你一般农民我搞换鸡粮爽啊，粮爽都当然饲家嘛，饲家喺农民嘅收得都较少，较少。如果玉里米嘅知名度打出去嘅时节，家己卖米嘅时节，粮爽种米糕嘛冇俾人卖较好价。对。安尼由你提起嘅农民来讲汉白因为知名度提高，消费者一定袂来选用，汉啲安尼个销路就搁较好，搁较发。汉尼来讲销路好，大家咧抢卖来讲安尼啲价值就会铺上来。故所咧对安尼有嘅农民系个负责。镇公所每天出目标，希望3年如看得到实际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民很辛苦，1年这样2期的收入才20万不到。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去推行这个认证的话，这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物价一直在高升，但是水稻的价钱一直没有提高，那变成说农民他要负担的就相对的会增加。那如果说我们来推这个认证借由我们去增加玉里所生产的稻米的附加价值，让消费者可以去肯定，进而提升选购我们玉里镇稻米我们预估3年后，如果说参加我们计划，它可能家户可以提高它现在平均1.1公顷可以提高到12万以上，那这12万以上就足以去付它生产的成本。那之前我们所说26万会变成说它实际的所得，他农户他可支配的所得。镇公所推动的玉里米3天认证标章制度，其实是学池上米的模式，不过发展的背景啥规模相用。玉里米上爱打出名声，池上米啥是唔爱分便宜服务。其实讲因啲农产品产地证明标章是池上米，因为池上米用来讲的就讲。这80年到90年嘅下本人因為仿冒千多，即講讓嘅消費者講滿都講認聽講也真國係也池上米到底村內生產嘅，即講建委也池上農會、池上公所所做出這樣嘅產地證明標章，一定會大家了解一下啦做你嘅產地認證，池上米你嘅產地認證最少對農民佢哋嘅生產出來嘅谷嘅得到講
确实伊哩就迄时尚米，安尼一个包装啦，嘿，也唔会讲像透过时尚米，万来都农村伫个加诶，时尚米，你个经过你个验证呢，你按多年来吼，因为佢数量农村就确定下来，都唔会个仿冒诶较少，所以呢，佢收旧嘅你旧嘅个家私呢，就渐诶就较好掉诶。时尚米3天验证已经推行的10年能有效果。玉米米係唔係短時間內就看得出效果？青島人如限體等論嚟看。另外，青島嘅玉米農民已經打出自有品牌團通路，係講加入玉米3天驗證之途，未有人受理，一般包裝袋消費者可能會唔清楚。其實玉里的米相當多品牌都非常好，但是就是因為這個玉溪米也好。冠軍米也好，那這些都是屬於我們玉里的品牌。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麼多各家爭鳴啊，這個品牌都沒有人知道說其實是來自於玉里啊。所以我們現在有了這個正產標章的一個確立之後，所有在玉里米的架構裡頭，我們有這麼多的品牌啊，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沒有衝突的，而且是我們可以一起幫忙共同行銷。我觉得一开始推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说，你到底是健健好米还是玉里米？可能有些人会问我，其实一句话就解决了嘛。客人有问这个问题，我们就说我是健健好米啊，可是我们是玉里产的米，所以叫玉里米。后来我们是帮忙，顺便就讲一句，帮忙在地的那个什么就产业，互相算打广告，算推广。玉里米驗證制度當中，包裝袋同包裝驗證都要有能有效，一部分多出來嘅費用，青島農民們認為負擔已重。我們3公頃以下的檢測費用是不需要負擔任何費用的。你超過3公頃以上的生產面積，我們才會以1分地酌收30元的檢測費用。標章我們有分幾個層級在收費。那我們一般農民比較用到的就是3公斤以下的小包裝，賣到我們消費端的部分。那這部分一個標章，我們現在暫定是1.5元哈。當初公所在跟我們說明會的時候，就是那個玉里米的產地標章認證的那個說明會的時候，當初沒有提到說，那個認證標章要1.5塊，因為我們可能還要負擔玉里米這個袋子，後來可能要多加一個，現在又多加一個認證的那個標章的費用。那加起來的話，成本上會有點負擔。我是講建議講體驗吼，來實行倆個代，也同個標章啊，來如果安尼政府就支出，可能就會較好啲嘅啦。體驗將來有農民自家嚟負擔嘅啦。我意思是安尼啦吼。莫講外包裝同多出來嘅費用，由自家品牌嘅農民認為，長期來看，愛睇市場上得到消費者嘅支持，唔單止愛打知名度，用嚟為米嘅品質把關，能係節省關鍵。因為我哋你們會做這個品牌，就會對我哋嘅產品要求有一定嘅長度，所以我哋講有這個品牌啊。當然，你係基本來要求啦。情況所你也做了產地認證標章，當然農民程度長度冇一定當然後擺推出來玉里米品質咪冇一定講太緊強壯，所以講你情況所可能還會個用心你想辦法特別要認證標章嘅玉里米呢個水準呢有一定嘅長度這樣講對你認證標章有一個保障。品質提升這件事情，應該是在推這個在地證明應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這麼廣泛的農民，要怎麼樣去讓他的品質就是說去塑造這個品牌的品質一致這個應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玉
玉里镇公所推动玉里米3天认证制度，希望提高行情，想法真好。不过用的为挂上玉里米也个扛棒的米的品质严格把关，再个打开行销通路，囤米卖出去，那是最重要的。